行传第5章为27节到32节，使徒行传第5章27节到32节。现着我来读，带来了，就互因徛伫公会的面前，说石头问因讲：我捌严严禁恁，无得用这个名教示人。恁就是将恁的教示骗传伫耶路撒冷，要用这人的话归伫阮。彼得甲其余的使徒伊讲：顺坦上帝较过头伫顺坦人是下棋。恁所调伫查年来害死的耶稣，咱列祖的上帝已经予伊告我。这个耶稣，上帝用家己正手扶起伊，做人君，做救主。要将反悔甲赦罪赏赐以色列百姓，果愿为着这个事做干净，上帝所赏赐互顺坦伊的人的圣神也做干净。咱圣经读到这。咱讲道请王荣昌牧师吼。今日特别为顺上帝义做见证，为顺上帝义做见证。连兄这大家平安。真欢喜伫过偌济过了第一主日，搁一摆来到主的圣殿，会通真自在来敬拜俄罗主，宣扬主的名。但是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却毋是安尼。伫主过我了的时刻，是充满真侪挑战迫害，另外禁止。这我常常咧想是讲，这个时代是真方便，会使互你有真侪机会宣讲耶稣的信息，甲奉主的名做事工。但是大部分的可能咱拢有真侪考虑啦。但是伫耶稣这个过活了初代教会信徒是充满热情，想要奉主的名做事工，宣扬主的福音，却是无遐尼自在，无遐尼自在，通自在自由去宣讲。所以这一个真好，咱来做伙来思考的一个信仰的历程的一个咱所爱去面对的课题。就是真自在时，咱会通真容易去做福音事工的时，咱却真侪考虑。迄个考虑当然是咱家己的考虑啦，也是讲咱感觉讲有真侪人情世事爱考虑。但是伫迄个艰难的时代，大家是伤空伤忙，毋是伤空伤忙，是用心良苦，冒着性命危险，要来奉主的名做事工。要来争取迄个一点点的机会，甚至将家己的性命来付出。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的信仰历程的参考。当然，咱这个时阵嘛无这个情景的，嘛无敢若无这个需要去制造这种敢若真艰难的感觉啦。就是讲牧师你遮食饱无代志做，超工要甲这个信仰讲甲遐尼艰苦的感觉。我是要讲是讲，伫迄个信仰的这个追求的过程中间，什么是咱所要爱，什么是咱所要追求的，这是咱一世人拢爱真清楚。就是讲，咱行这条选择信仰的道路，咱就爱真清楚，咱所选的是啥，咱所信的是啥。这是一世人的代志，一直到咱当头对面去甲主见。毋是见我，毋是见什么人是见主耶稣的时，咱才会通真诚实意的来交差嘛。这是你甲我，咱家己拢真清楚，爱去负责任的代志。这无什么人会通替你担这个责任，嘛无什么款的福报会通来甲你转向互你，讲寄银行，甲你转向福报互你，拢无。其他宗教有可能会使安尼。就甲你讲，我做善事来寄银行，敢若寄银行的户头，讲这寄伫阮
善人的这个户头，或者福报予伊。基督宗教的信仰，就是你甲我行这条天路历程，对开始选择你要行，我要行，就一路行到底，拢是你甲我，咱爱去面对。咱会使手牵手做伙来行，但是呢，最后迄个心思意念，无法度有啥物人替你担，袂替你担当啦，还是讲替你分担讲啊，无我甲你担一撮迄责任好啦。所以，伫迄个选择的过程中间，使徒因面对的即个课题，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因奉主耶稣的名来做事工，受到质问甚至禁止。你来去想象讲，这哪有可能啊？这时代，我头拄讲过，咱真自在嘛。你要去甲人分享信仰的代志，当然朋友无一定要听，毋过伊也袂甲你讲，你袂使甲我讲哦，我甲你关卡，还是甲你处罚，还是讲啥物较会恐吓的代志无嘛？所以彼得甲这个使徒，因去面对的是即种的艰难的情景，徛伫迄个会堂内底受人质问，质问的原因是啥？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你们兄弟，你敢有去想过讲奉主耶稣的名，伫即个时阵来讲一撮代志，会去互人质问、掠去质问、掠去要甲你恐吓，还是讲甲你讲你袂使做即个代志？我毋知有人拄着。当然，若讲义来讲咱即卖教育政策是讲伫校园内底袂使。任何宗教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企图啦，虽然咱是教育学校，咱爱包装过，但是咱一般的社会咱袂，所以搁话后的文道，因拄着这个困境。另外这你有去想过无？你甲我咱有去拄过？若无的时，照讲咱应该更较自在，更较用心去做这个事工啦。但是咱来看讲因。所拄着的这个人，这个会堂，这个有头有面有势力的人，掌握权柄的人，当然因徛伫因的立场，因的考虑，那照因所讲的这个恐吓的话咱才可以了解人性的作为啦。因为这群人，因已经坐位坐久，掌握这个宗教的利益权柄，嘛已经真舒适啊，真自在啊。既然有一个耶稣出现了，所带来这个影响，有一群人死过，咧奉伊的名来宣扬这个甲因无共的这种宗教信仰的这个主要的内涵啦，主要内涵，所以威胁着因，冲击着因的这个权柄，甲因的利益，所以当然保护家己的利益，甚至对耶稣起奉定十字架的代志。是要甲杀甲理啦，所以咱对圣经的这个技术内底，通理解。当然，伫这个情景，咱若讲去甲想象的时，咱会讲袂啦。我绝对毋是这种人，我绝对袂去禁止人有人朋友想要奉耶稣的名，我甚至是爱参与嘛。咱即摆教会兄弟姊妹，咱也参与做福音事工，我哪有可能去做这种讲你袂使去讲耶稣的代志啊！你袂使奉耶稣的名做代志啊！咱是要鼓舞更较侪的即个兄弟姊妹来做事工包括讲可能咱嘛无方便，咱嘛会讲无咱伫祈祷中代祷支持。若无咧，咱就讲我用奉献金钱来甲你支持。咱会去想着讲，有即种人竟然讲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将最好的福音信息的事工，要来甲伊禁止，这就是人性爱去面对的一个课题。当咱在想的、咱在考虑的、咱在所在意的，常常就是会较赢一切，对吧？这是人嘛，所以咱也想讲人若无为着家己这哪有可能？天诛地灭，就是讲，意思讲这是违反常理啦。讲起来敢若真有道理。
是无一个人为着家己先思考，这就毋是人。所以讲起来，咱常常会去面对讲，这就是常理啊。所以，那先做耶稣基督学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想家己的代志，想袂使想家己的代志的感觉，这个敬仰，毋是。咱只要去面对就是讲，咱来想着讲，这个人因是为着家己，无去想着讲，这个门徒所做，为什么有即群冒着生命危险？愿意搁继续来做因过去禁止的代志，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咱基督徒咱爱去思考的，包括咱面对咱家己的这个生命信仰历程，爱不断有一个真警醒的这个心啦，警醒的心。20、30、40，咱一路咧行，拢爱真用心来行天路历程，这条信仰的。所以彼得甲遮个门徒，因的回答是今仔圣经所互咱看见的，真要紧的这个课题，就是将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遮个经历，甲伊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拢在伫伊的这个对话回答的过程来甲伊回答出来。所以这个上帝互耶稣对死搁活举起。虽然定死就是假，然后死败状，但是举起高举，互伊去做救主，诚做统帅，诚做人类的这个愿望啦，愿望。所以这句真重要的话，这个赢过顺坦人顺坦上帝赢过人的这是合理的。这句话是真重要，伫咱的生命中要不断来提醒你甲我。面对外在环境的时，当然较清楚啦。咱常常会一个真直接的，就是讲外在环境的这个影响，甲咱束缚，还是讲甲咱阻碍，还是讲有无共款的对立的时，咱当然较清楚知影。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爱去面对的就是环境无甲咱束缚的时，是咱家己本身的事。迄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咱做基督徒一世人爱去面对的上主要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咱要安怎一句话对咱家己讲，不时会通提醒你甲我来面对这个课题。咱要顺咱家己迄个人的意毋是干那外口遮个人讲，叫你毋好做这做迄，我要顺上帝意，我要顺上帝意，我是基督徒。即马换倒转来，咱来面对咱家己的事，咱要顺上帝意的事。这是上大的一个挑战，甲选择。所以真要紧。当彼得咧讲这个回应的时，拄好这两个层面，伫咱的现主时的时代，互咱真大的提醒，甲这个唤起咱行这条信仰道路的每一位兄弟，咱来不断来问咱家己，提醒咱家己，咱是要顺上的来做代志。所以。彼得甲使徒为了这个代志做见证，今仔日你甲我嘛是咧做这个见证，嘛是咧为着这个代志咧做见证。所以咱基督信仰真要紧的一个福音的本质转向。别人较袂听就是悔改啦，悔改。咱即摆信耶稣的洗礼了的兄弟，逐个就讲我就已经悔改啦，所以我毋免去悔改。毋是啦，这较要紧是迄个是一个一世人的转向。转什么向？就是转去主耶稣，主是看耶稣。咱要不断操练这个课题，咱的心意要不断来顺上帝伊的这个操练，顺上帝伊的操练。这种的操练才有带来咱家庭的和谐，带来咱教会的和谐，带来咱社会的和谐。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啦，艰难课题。但是艰难的课题无代表讲唔免去做啦，唔免去做。所以咱一世人拢在做这个真要紧的课题的操练。所以伫迄个耶稣的时代，耶稣过完了迄个初代教会时代，彼得甲使徒因做这个操练，因做这个操练。当然环境带互因较大的这个操练，是因为外在压迫真清楚较强，迄个压迫的咱为外口来较大。
但是其实彼得因这使徒伫迄个耶稣军队的迄个操练的过程，已经有个人的信仰的历程的操练。伫头前的技术，咱拢会通去读到。包括咱上爱摕来讲彼得的3拜无人主，迄就是咧顺上帝意甲顺人的意的即个操练嘛，操练。所以伫19世纪，台湾基督徒会做见证，是其中一个就是较早期咱北部教会，即个严清华，甲马街牧师去家人即个技术嘛就是会通看见即个真要紧，为着顺上帝，毋是顺家己的意的即个技术即个1872年9月，就是洗礼了5月，洗礼了过4个月，马街牧师就带严清华去家人庙口，伫迄个所在来要做即个福音事工，就是要奉主的名来做福音事工。这就是19世纪是，就是耶稣过活了，经过1900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台湾的信徒做这个代志，做这个代志。啊，这个真趣味的技术就是这样，都大环境，阿华的朋友看来讲，阿华甲这个阿斗斗阵这个胡秋番斗阵，所以家己遐才唔知咩咯，一定是三心两意，伫遐咧真紧张，还是讲真考虑讲，我到底是要来做见证。所以马街牧师咧甲伊讲，看伊伫遐咧三心两意，还是讲毋知是要安怎是好诶事，带伊唱即首《我是救主》真见笑，这是今仔日无选即首啦。我相信即首咱大家嘛应该拢有唱过，真熟。马街牧师的即个传福音的过程，真爱唱即首《我是救主》，无惊见笑，好当来做感情，好当来做感情。所以严清华这技术内底，严清华才安静落来，然后才放胆来做一个奉主的名来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因为遐咱可能无经历过阿华、严清华这种的经历啦，因为咱的环境无像迄个初代北部教会、台湾的社会情景，咱可能无去拄着。所以咱拄着就是咱家己本身伫迄个要奉主的名做干净，还是要体贴我的心，做我爱做的代志。这可能是咱所爱去面对。这是19世纪一个技术过去啊，已经真侪历史啊。所以咱每一摆会使搁摕出来讲阿华，讲甲拢大家拢足熟啊。严清华，马街，讲甲足侪朋友吼，等到咱教会朋友则特别毋是咱北部教会朋友，常常爱甲我挑战讲，啊，恁北部教会是无通去讲啊，大家就要讲马街，讲甲拢臭去啊。是，这毋是咱爱讲，这是历史，这是过去的事实。较要紧是今仔日的你甲我，较要紧是今仔日的你甲我。2025年的你甲我，咱要做啥？牧师伫即个所在邀请你甲我，因为我常常讲，牧师咱做伙来做，袂使讲牧师讲啊，恁是要创啥，恁是爱做啥，咱做伙来做，咱要创啥？咱要做啥？伫耶稣过活了的2025年的今仔日，就是过活了的第一主日，咱要创啥？有啥物通做？无拢共款嘛。52礼拜其中1礼拜尔。煞咧咱下晡阁有啥物活动，还是讲后礼拜有啥物活动，就照迄个教会的即个行事历去做着，就是安尼咧过日子，是毋是干那安尼尔？若是干那安尼尔，其实嘛无一定爱今仔日来礼拜，我常常爱讲这吼，咱会通去做其他的代志，因为咱就照迄行事历来做。所以重点就是讲，今仔日咱面对咱的信仰的选择是，伫即个时刻。咱会通做啥？当然，就是牧师要邀请大家，就是爱真诚心实意来面对咱家己，要面对顺杀人的伊的考验，黑暗的生命甲光明的生命，即个旧的生命甲新的生命，伫迄个过活主进入你甲我的生命中间，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还未完成，因为是一个历程，是一个天路的历程，会充满侪侪无共款的课题甲挑战，心思意念的起落，年岁变迁，身体健康的变化，家庭亲人种种的代志，拢是不断是伫咱的人生过程，咱来去面对的，冲击挑战着你甲我的信仰选择嘛。因为你甲我的信仰选择是一个核心，是一个基础，是一个中心，所以不断到外来这可能性，要甲你摇动嘛，敢若地动共款，甲你动来动去。你甲我要安怎徛条，搁继续行这条路，这就是咱的课题。面对要顺啥？因为大环境目前咱看伫台湾，目前咱爱保守这个自由土地。会通互你甲我真自在去做咱家己爱做的代志，讲咱家己爱讲的代志的，即个台湾社会。但是换倒转来，咱都爱提醒你甲我，因为咱真自在，无外在压迫。好亲像敢若拢早期的许多因就是用外在压迫，所以拢不断咧提醒嘛，拢爱真警醒这外在要甲我迫害，要甲我掠，要创啥，所以我得爱随时咧警戒我家己。我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今仔日无嘛，所以敢若讲放松去啦吼，放松去的是讲好啦，我有时间无用啦，即马我今仔足忝，反正咱有百种理由啦。迄境界意思讲提醒是讲，平静和谐社会环境，咱就是更较爱自在，提醒，更较用心提醒。主啊，伫即个自在环境，我更较会晓去找机会来分享做见证，分享即个疼。主耶稣伫我生命中的作为，所以面对咱的现主时的困境啦，这是做基督徒，你甲我，咱怎去面对的？咱的教会的信仰，就是要教导咱爱去真诚实去面对咱家己，毋是干那报喜，无要报讲咱爱去面对的课题啦。就敢若信耶稣，所有的代志拢会通，这是新的开始袂拄到这个困难，袂啦。共款就是安尼，所以你甲我有啥物？至少这两种，这当然还有其他。所以文化就是咱活伫淡水，住伫淡水，有传统的信仰、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包括咱家己本身、咱家庭的这个文化的束缚，家族、亲族、亲人的这个概念，创啥家族的礼俗啥拢有，所以咱嘛是束缚掉了。过来咱所读的。即马知识足侪种的可能管道进来，咱就会开始接收，咱就是毋感觉这袂歹，迄袂歹，就进入咱的脑，咱就心中藏掉的，所以咱就是共款跳袂出来。咩啊？咱讲袂歹啊，是甲我所信的，敢若有冲突的是，你敢会去改变？你要改变啥？因为讲牧师这个袂歹啊，信用做参考啊，所以咱就可以活伫这个黑暗的社会，是啊。有朋友甲我讲牧师，我听你的讲道拢常常讲较负面的。我毋是牧师最爱讲的事实，因为基督徒是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所以耶稣拢是讲直接的。当然我袂使无交代，就是耶稣交代，死过活耶稣要带你进入新的画面，你就爱挖靠这人。所以咱伫即个2025年的今仔日，就是拄到这困境。牧师要甲你讲，就是拄到这个困境。你甲我就是拄到这个困境，无要是安怎？要安怎？爱认真拍拼靠耶稣。你甲我，啥人会通叫你认真拍拼？就是你甲我家己啊。牧师要甲咱讲，来，我甲你，即摆学生嘛共款啊。老师要咱去叫学生创啥？就是爱甲鼓舞尔，甲引传尔，爱有机会啦，爱甲协助啦，是安尼。做牧师的我嘛是安尼。我家己嘛咧学习啦，牧师娘互我足侪机会啦吼。阮做伙生活嘛，所以伊是我的学习，是我的支持啊。我活伫黑暗中，是我面对教会的困难，面对学校的困难，面对我个人的习惯的困难，我真诚去面对。但是我无失志，因为主耶稣搁我，主耶稣对困境中带出一条新路啊！你有相信？你有相信，就是咧行这条路。就是虽然是黑暗，
但是光明带我行。迄个光明毋是靠我，靠伊，靠财，靠地位，是靠主耶稣。面对困境、黑暗是苦杯啦，即、个杯你啉袂落无？所以要靠啥啦？即、个杯要啉是靠啥啦？互伊打啦，靠我家己啊，毋是嘛？就是靠主耶稣，搁活的主耶稣。所以今仔日咱搁活了第二主日，你甲我搁有继续咧体会即个主耶稣更新的气力，甲迄个愿望伫你的生命中。苦杯我无啥爱啉，所以咱要来敬好啉的，顺啥人意？顺我家己的意啦。所以即个信，你信，照家己的意思，要选好行的路。你信啥啦？信家己啦。啊是要顺主的意，可能会去拄着真侪挑战。这就是咱基督徒爱真诚实去面对。我嘛要希望我的身体健康啊，我信耶稣，我健康啊。但是我爱去面对是我家己的习惯的改变。哎呀，我是讲我工作顺遂哦，哎呀，逐项拢会通升官做生意拢大趁钱嘛。但是爱去面对迄个生意中足侪可能风险，哎呀，要拄着人的即个无共款的习惯的即个带即个员工，要怎去，互因会通做伙来做代志的困难，哎呀，拢爱去面对啊。若无大家拢我的员工拢是听我的话。敢若机器人安尼上好，无可能。所以我意思讲，咱爱去面对迄个困境，迄个苦杯，耶稣啉落，顺主的，顺主的。所以一世人生命的操练，直到见主的面。啊是讲你要搁继续伫黑暗的即个困境中间，伫咧用家己的方式要来敲找迄个新的可能性。所以，我常常感觉讲。咱既然是伫迄个各活主耶稣新生命更新、充满生命，伫你甲我的中间的每一位兄弟，咱咧行即条天路，咱就是爱顺主上帝的意来做见证。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纪念日，咱教会出身的青年，伊也要伫即个所在，小等我落去的时间，就是我要来做伊的见证。做伊伫团契中间来追求信仰成长的事实，是咱家己教会栽培的青年，比我较亲啦。我这是来遮做客讲道的吼，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请咱所栽培出来这个青年邓恩生，恩生小弟嘛伫遮啦，来这。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邓恩生。今日是北区大专时工的纪念主日。伫遮我代表来把大专中心学生中心向各位兄弟姊妹感谢大家过去对阮北区对阮长老教会大专时工的支持甲关心。因为我的台语无解练得，所以我用国语来报道。自1954年起，为了关怀离乡就学的大学生，长老教会在全台各地陆续的招聚了旅外的大学生，然后成立了长青团契，然后在各个大学设立了学生中心，在有长老教会的地方，就会有学生中心的身影。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正是在我们众教会常年支持下，在2024年迈入了70周年，然后持续在大专校园中传扬福音，陪伴每个大学生走上一段认识基督信仰的旅程。学生中心的事工不仅帮助了长老教会的子弟在旅外求学的期间能够持续被喂养而的坚固，我们更盼望他们能成为校园中的福音种子，将耶稣基督的爱与真理带给同学与朋友，
让更多人经历成为上帝儿女的平安与喜乐。在这70年来，长青团契深深影响了无数的青年，他们在大学时期被主得着，生命被翻转，后来成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甚至各样的服事，持续在教会与社会中为主发光发热。然后我是在淡水长老教会长大，然后大学的时候在台北读书，所以我就加入了大学的团契。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办各种活动，然后认识来自各地的长老教会的大学生们，然后我们也会办查经会来增进对圣经的了解，或者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会办福音队去苗栗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然后服侍他们这样。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专学生中心的组成。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由七星中会与台北中会共同关心与支持的事工。然后目前团队有4位传道人，2个全职辅导，1位行政同工跟1位网络企划同工。然后在北区设立了超过17个长青团契，成为校园中的福音据点，并且与本宗所属的大专院校校牧室合作，服侍超过300位学生。然而，我们并不仅满足于目前17个团契的现况，我们更希望能够将福音广传至北基地区30-40所大专院校。然而，目前学生中心只有6位全职同工，实在难以推广全面性的校园宣教工作的庞大需求。因此，我们正迫切寻求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教职员，以及各领域专业的兄姐，能够一起投入服事青年的行列。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台湾的大专院校宣教现场，我们正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自己也在其中看见许多的盼望与契机。以下将几个分享，将分享几个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现况与困难，然后想要邀请各位亲爱的兄姐一起关心带导。第一个，大专中心是大学生的生命的港口。在少子化以及网络社群盛行的时代，大学生都倾向于独处，并且比较不喜欢社交，内心也充满了孤独，但是内心充满了孤独以及渴望关系。其实青年期盼能够有交心的伙伴，并且在群体中寻找出生命的意义。大专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成为大专青年生命的港口。当他们在自由的大学生活中面对了困难与迷惘的时候，大专中心可以提供一个以信仰为根基、安全可靠的支持群体，陪伴他们仰望上帝，在这段期间受装备以及造就，能够继续勇敢的前行。第二个是长青团契是全台各地青年信仰交流的平台，在团契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每个人的聚会和教会有大有小，然后也都有各自困难的地方。我们透过聚会后的分享，然后能够分享彼此的经历，就可以有很好的发想，以及有听到不同教会的意见。这样，透过团契的生活，大专生反思在上帝生命的位置，并且将所相信的实践与生活中。这样的信仰经历不仅成为青年属灵生命的根基，也使他们愿意回到家庭与教会中服事，连接团契与教会，活出爱神爱人的敬虔生命。然而，这样的成果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更多耐心耕耘与等待，可能需要3年、5年，甚至10年，才能看见果实成熟。在2022年12月3号，福大长青团契的举办的40周年感恩礼拜中，大专宣教事工的前辈张德霖牧师在讲道中提到，
大专生的宣教工作是稳赚不赔的，因为虽然在当下投入在大学生的资源看似有限，但这些青年从大专中心的牧养里面所领受到的爱分享出去，成为他人的祝福，将来更会成为教会、社会甚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帮助者。因此，投资在大专学生的宣教事工是一项极有价值、值得持续投入的侍奉。因此，为了回应青年的生命需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将于2025年推动很多的活动。然后想要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关心大专宣教在人事费与事工费上的需要与缺口。恳请各位兄姐为以下几点代祷。第一项是为所团契的所辅导的团契以及学习中的造就型课程与营会主席的福音队祷告，盼望每项服事都能够贴近年轻生命的需要，并且有更多的教会同工与闭气加入宣教行列。第二项是为学生中心每位同工的服事、身心灵与家庭代祷，求主保守他们在前线持续有力量。第三个是为学生中心每年所需的经费守望，邀请修姐以信用卡定期定额奉献，加入小营之友，成为长期支持大专青年的伙伴。面对大专校园广大的牧场，我们深知自己能做的有限，仍然有极大的努力空间，盼望未来能够与更多教会携手合作，建立宣教网路，在服事中彼此成全，共同得着这世代的青年。最后，在许多教会担忧青年流失，青年对教会感到失望的此刻，愿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论青年工作》的8条提纲中的第1条来彼此勉励。教会的未来并不在于青年人本身，而是唯独主耶稣基督。青年人当做的不是要重新模塑教会，而是聆听上帝的话语。教会当做的不是捕获青年人，而是教导并宣讲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继续忠心地宣讲上帝的话，实践他的旨意，并且将教会的未来放在主耶稣基督里。感谢您陪伴台北大专走过70个年头，愿主恩常与我们同在，兼顾我们为神国所摆上的一切。感谢各位的关心及代祷，谢谢。咱当时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会通认捌主耶稣各我的救主，加做阮人生生命梦，带阮行一条有意义天路历程。暂阮开力，通过圣神保卫师的激励，兄弟姊妹的扶持，互阮通坦然无惊吓，来面对阮家己本身的软弱，甲需要改变的旧的习惯，互阮通互主的话名来更新阮活伫即个更新有梦的一个新生命中间。特别，我也恳求主耶稣基督，通过阮众兄弟姊妹的支持，互北区大专的事工会通落实，得到好的支持，来照顾引带这个青年子弟，伫人生生命真宝贵的时刻，无离开主，会通认捌主、听调主，让阮开力所做事工得到主力扶持照顾，会通真做正青年好的帮助。祈祷靠主圣主名，阿免。